嗱，hello，大家咁啊，記住以後頭威頭勢第一場我都會喺呢個頻道同大家講，因為我唔想好似上次咁啦，咁我被停賽咁啊，搞到大家冇片睇之餘，我又唔知邊度同大家講，所以我希望咧分開兩個頻道嚇。咁啊，以後呢個咧賽馬直播論咧，我都係顧名思義啦嚇。全部都係講賽馬有關直播率嘅問題。邊隻抵買，邊隻唔抵買，又或者係賽後啲咩馬要留意呢？我都會喺呢個頻道同大家講。尤其是頭威頭勢第一場啦。嗱，今條片會同大家講啦，頭場連贏、位置 Q 三重彩馬膽有啲咩馬要留意。咁啊，步速問題咧就將會咧影響到第一場賽事㗎，所以呢條片會好詳盡咁咧同大家講嘅。咁另外啦，記住訂閱埋啦我呢個頻道啦，賽馬直播論嚇。咁我會集中火力咧就講咧同直播有關嚇。好多朋友都唔明嘅，跑馬唔係話你話中意買就買嚇。好似一斤菜咁，如果買到百幾蚊一斤咧，係唔抵買嘅。雖則你好想食嚇，記住跑馬一定要計直播率，冇直播率嘅嘢咧，我哋千祈唔好做。所以大家記住，未訂閱我呢個頻道嘅朋友，記住訂閱我呢個頻道，或者分享俾你哋咧身邊中意賽馬嘅朋友啊！嗱，好啦，第一場5班1650米啊！嗱，記住而家時間咧叫季尾啦，到5月6號。咁啊，快活谷嘅場地咧，其實咧都個偏差都幾大。我覺得就 ABC 跑道都冇乜影響㗎啦。最重要係你 gap 到嗰日咧個跑法係點嚇？乜都假啊！我咪聽好多時你度晒後上馬，嗰日根本不利後上啊，調翻轉亦都會係。咁好似啦呢場咁啦，嗱，驟眼望落去咧嚇。咁其實有啲好似近績幾好嘅馬，例如5號嘅傳承者啦嚇，前一仗谷草1650跑第2啦。咁另外啦8號極速之子啦，一個禮拜之前4月30號亦都跑過第2。睇落去喂好似 OK 喎，簡單，睇落去就真係係。但係咧，如果諗深一層咧，如果你計步速嚟講咧，頭場邊隻馬真係屬於快放咧嚇？我哋由頭到尾咁睇啊嚇，有啲咩馬喺前面走過？最多尾嗰啲6號嘅馬有運咯，上一次泥地守住2位嗰度，臨尾第3，跟住就係7號嘅裕達寶區啦，近2仗前置型唔係放頭。佢都係守2、3位嘅啫。好啦，跟住再數啦，9號齊歡墜落啦，守喺1檔。我相信嗰度擺前，因為咧佢唯一一次上名咧，就喺沙田1800米守住嗰啲2、3、4名咁，臨尾咧捱到一直跑第2。好啦，再數有啲咩馬啫，係嘛？嗱，10號木火龍區咁啊，跑開短途嘅，咁啊突然間跑谷草1650都係一個好方法。不過佢排12檔咧，要放都有少少難度。好啦，最後一隻啦，12號嘅俏郎竹。嗱，呢隻最有機會放，因為佢本身咧呢隻馬咧，佢係一隻搶口嘅馬，好容易上口嘅。你推兩推咧，隻馬就擔起個 beat 咧，就行咗去噶啦。咁啊，見到佢其實今次操練咧都幾足夠。我覺得咧，如果呢隻馬要發揮出水準嘅，佢一定要擺前走。佢唔擺前走咧，後上咧係好難搞。好啦，先講兩隻咧熱門，大家一定注視咗嘅馬先啦。第一隻上次我哋都有買啦，連贏膽8號極速之子。嗱，呢匹極速之子咧，上一次咧落飛幾勁下㗎，落到6.9倍打到落大熱門4.2倍開跑。咁當然啦，不負所望啦佢排咗一檔，咁啊慢步速輸俾加州活力，但係咧末段都提到22秒8。其實呢個近績係非常之好嘅，因為前一仗咧佢跑到第5泥地，輸2個馬位。跟住咧就再跑谷草，就跑第2，急再出咧。其實呢隻馬係你問我嗰個鬥志目標係好清晰嘅。咁啊，但係問題嚟講咧，今次咧谷草1650冇步速底下，佢排個9檔，揾唔揾到遮檔咧？呢個先最大對問題。嗱，如果極速之子今次係10幾倍嘅話咧，就二話不算唔諗噶啦，買啦，係咪先？因為點解咧？喂，你要知道一隻馬有10幾倍嘅。你可以包容佢個缺點噶嘛？但係如果佢係得個大熱門或者次熱門嘅，佢係排9檔嘅，會唔會喺個外碟嚟講就會蝕位咧？咁好彩佢12月15號贏嗰場沙田1004米咧，都喺外邊追上嚟。呢隻極速之子一定係外邊追上嚟就好過入邊衝上嚟。但問題就係佢前段會唔會有遮擋？呢個先係最重要嚇。要知道大家都係5班馬。少少差池都會影響佢實力㗎啦，所以呢匹極速之子咧真係可勝不穩嘅。好啦，另一隻熱門啦
另一隻熱門當然傳承者啦，呢隻馬咧就好極速少少，即足之子少少，因為呢匹馬咧就略帶有少少均速嘅，佢爆炸力唔算好驚人，但係問題咧排個6檔咧應該幾好跑，但係咧又我覺得佢炎熱咯，即係好似前一仗1650A 跑道，咁我哋都買佢嘅又係嚇，咁啊跑到第2啦，但係問題就係嗰場跑過2檔慳晒位，好着數嘅。跟住轉入直路揾位都唔使揾啦，自己喺個空位度直打啫。臨尾都要輸俾朗日雪峰。咁當然嗰日就唔係好利後上啦。咁啊呢次傳承者排個6檔，會唔會話攝到佢再內碟咧？啊呢個估唔到。但係問題佢會比極速之子有着數啲，就係內3檔咯。呢兩隻都係大熱次熱嚟嘅，我覺得就。所以咧，如果例如我一陣講嗰兩隻馬唔啱，呢兩隻馬大可以買4容彩箱得搏下都可以嚇。咁當然啦嚇，其實頭場咧我自己就最中意係攞嚟做一個叫做步速嘅叫做指引。好似呢啲咁嘅混亂場合又冇馬快放嘅，究竟後上馬攝位上唔上到嚟呢？如果後上馬攝位上到嚟嘅，咁後面啲後上馬咪可以留意咯。相反咁就唔係啦，咁一定係你前領啦。所以呢一傳承者咧，同咧極速之子都係可勝不穩嘅馬嚟嚇。始終你要搏佢會唔會攝位。臨尾追上嚟，咁當然兩隻馬都其實喺5班都揸住一場頭馬喺手，但係都係嗰句啦嚇，大熱次熱門就要考慮多啲啦。嗱，我要講嘅連贏3黃彩膽就係呢隻6號嘅馬有雲。嗱，先睇下4月20號啦，就啱啱嘅時日，泥地1650 8號嘅馬有雲。咁見到藍色衫咧，灰色袖啦，而家打喺2、3位嗰隻咧，好似騎得好辛苦嗰隻馬咧，就係馬有雲。嗱，佢泥地聖能咧就唔係特別勁嘅，咁啊佢最後咧就俾咧嗰隻大利好運啦，同埋咧富裕君子嘅過。但係見到咧馬有雲咧都可以咧大步攬下。嗱，呢隻馬雖然咧個爆炸力唔驚人，但係咧佢個均速咧攬嘅能力係幾高，佢臨尾咧都可以頂住出面粉紅色衫咧啱啱入位一隻咧8號嘅極速之子嘅。所以咧馬有雲咧佢黏遠場地一定較為好嘅，所以佢貴尾大街。雖然今個禮拜3咧應該係光快場地，但係咧我覺得咧今次咧因為檔位關係咧可以發揮作用。又睇下佢上季尾啊7月4號啊，咁啊5班谷草1650 2號仔嘅馬有雲。嗱呢場馬咧好多馬同場噶，例如咧守住2位嘅9號黑色衫焦點啦，跟住內欄4號仔嗰隻星雲黃雀啦，5號嗰隻咧就係今場嘅俏郎中啦，亦都同咧馬有雲同場。嗱馬有雲咧就守喺較後位置嘅，喺個6、7位內欄。咁見到咧安上人咧都不嬲咧係咁咧推佢嘅，即係呢隻馬有雲咧其實係屬於咧一隻咧幾爛性度高嘅馬。嗱呢場咧安上人就巴到啦。嗱見到馬有雲咧呢度咧都留較為後嘅，同嗰隻咧星雲浩騰咧都相距2、3個馬位。見到呢度都困死咗嘅。咁啊中間喜勝威龍啦，出面黃色衫嗰隻小神仙過咗佢哋㗎啦。咁啊馬有雲抽出中外檔嗰度上。嗱見到馬有雲留意佢臨尾咧攬嗰幾步咧，原本星雲黃雀咧個第3都幾穩陣，但係咧佢完全唔夠馬有雲攬。嗱馬有雲咧爆炸力一定唔驚人啦，但係咧佢個均速攬嘅能力咧真係幾高嚇。咁你呢度見到星雲黃雀已經喺佢之前發力在先，都俾臨尾攬過翻咧，就知道馬有雲咧個均速能力幾強噶啦。嗱好啦，頭先睇完我介紹6號嘅馬有雲啦，馬有雲就一定唔叻噶啦嚇。佢咧最叻咧就係跑黏遠地，所以咧季尾而家5月啦，我估佢仲有2場可以出嘅。咁啊之後跑落雨地咧，大家不妨可以重視。嗱，但係咧，我覺得呢場馬咧有幾點咧都可以同大家留意。第一就係呢隻馬有雲啦，時棍即係2025年咧就由阿伍彭志嗰度咧就轉咗容大夫度啦。咁啊休咗2個零月咧就出。咁上一次咧都可以冷門入位。佢泥地性能咧就唔係叻嘅嚇，咁就泥集平日都唔係好追，咁但係咧都可以入到位。上一次用均速型跑法啦，輸俾後上嘅大利好運啦、富裕君子。其實見到隻馬有雲咧，很攬嘅，就均速力好強嘅。好啦，而最重要咧，佢咧就係上季尾嗰仗啦，輸俾小神仙喜勝威龍咧。其實佢第一，佢咧留個位置係較為後。因為呢一匹馬有雲就並非話叫做後上型馬匹，嗰場巴道留喺6、7位。好啦，臨尾啦，完全冇位嘅，轉入直路，拉翻出去小神仙同埋喜勝威龍嘅外側衝翻上嚟咧，哇！見到咧佢咧幾肯攬，即係證明呢隻咧馬有雲咧，如果望空嘅話咧，佢係肯開個步頭，可以即係佢唔係話後上突腳，
但係問題係開咗個步頭咧，你要過佢都比較難。所以嗰場馬咧又見到嗰啲焦點啊，星雲王爵、俏郎中都係同場嘅。咁啊，臨尾星雲王爵其實突咗圍㗎啦。啊，本身三甲一直應該有㗎啦，但係臨尾都俾咧6號嘅馬有運攬翻贏咧，證明馬有運嘅均速力真係幾厲害。同埋今次咧排有二檔，而我最中意佢又用翻賀銘年啦。咁賀銘年其實宣布咗話翻法國之後個鬥志非常之好啦，尤其是最重要嗰隻天竺貓係咪啊？嚇，所以我覺得呢隻馬有運咧係值得重視嚇。對比翻嗰個際遇嚟講，會比5號嘅傳承者同埋咧8號嘅極速之子咧為好啦嚇。嗱好啦，咁啊位置 Q 冷門咧，我諗咗好耐嚇，咁啊冇理由嗰啲傳承者極速之子攞嚟位置 Q，我講到明啦，即係過10倍我先介紹俾大家嘅。咁我揾咗隻10倍以上嘅11號型到爆，嗱唔係因為佢賠率10倍以上，而係呢匹型到爆咧，其實咧冇理由到今日贏唔到馬，因為之前你見到佢啲泥地爆炸力非常之驚人。雖則咧，佢好似咧上手咧，毛偉傑都好似冇乜佢符咁，咁啊轉咗蘇慧賢咧都跑1200米泥地又唔係好追咁，但係問題型到爆咁一定有缺點㗎啦，冇理由6歲未開齋，仲要喺19分5班。但係如果計翻佢4班輸俾啲同場對手咩全龍區天行健係嘛？嗰啲馬有咩理由5班唔夠跑啊？同埋呢隻馬咧都冇乜話特別傷病在身，係嗰啲出閘比較慢咯，蹬得比較後。嗱，但係咧，如果咧細心諗下咧，毛偉傑嗰陣時啦，喺11月20號同埋12月4號咧兩仗谷草1650咧，佢唔差㗎。啊，尤其是輸俾馬特風聰明導彈嗰仗咧，佢咧就係臨尾就後發先至嘅，就冇乜點樣望空過，臨尾輕輸報頭咁跑到第4。好啦，跟住馬房咧就再出谷草1650 A 跑道，輸俾追風聰明導彈。架勢奇葩，但係嗰場型到爆咧，見到咧係唔夠位出嘅，即係有遮擋，但係唔夠足夠空位衝上嚟。咁好明顯呢匹型到爆咧，就並唔可以話捐窿捐罅跑啦，或者要一定衝程啦。咁點解揀佢做位置 Q 膽咧？佢係今次排3檔，就算出閘快咗咧，都一定有遮擋。而家最重要係佢如果係10幾倍嘅話啦，嚇，因為你唔知幾多賠率啊，10幾倍啦，我估係咪？咁啊喺個內欄咧，臨入直路，蔡明紹如果捐上去慢慢揾位咧，我覺得佢係一隻同場爆炸力最驚人，而係有基本變數嘅馬啦嚇。如果係前面啲馬唔得鬥爆嘅話咧，呢隻型到爆唔會差得去邊度嚇，同埋佢冇可能19分咁輕磅都話交唔到成績啦。所以蘇慧賢咧呢隻馬咧，都係一隻叫做有機會散招牌嘅馬，我覺得1650咧係啱呢一隻型到爆，1002米開始嫌短嘅啦嚇，冇理由咁差嘅，所以呢隻10幾倍馬咧，不妨攞嚟玩下位置 Q 過關膽啦嚇，呢10幾倍好抵買㗎啦嚇。好啦，最後有一匹馬咧，同大家傾嘅就係咧1號嘅有型勇者。呢匹有型勇者其實喺谷草咧都先後試過輸過2次幾近嘅嚇，谷草1002米，咁啊1月22號輸3個馬位啦嚇，咁喺內欄度捐上嚟啦，跟住上一次4月23號咧就啱啱降落5班，咁啊跑第7輸3個馬位嗱，但係嗰場馬有追嘅，即係有型勇者開始有個感覺叫做我要追馬啦。咁當然啦，咁啊4月23號跑完咧就冇乜話點樣去落力操啦。但係呢隻咧有型勇者咧係符係信可成真，呢隻馬冇理由短途㗎啦。所以1650咧今次係好大嘅變數嚟。11檔134磅，一睇落去係難跑啦。加上我頭先講慢步速，不過我覺得呢隻有型勇者咧係值得跟進嘅馬嚟啊，可以留意佢今次跑法啊。如果有遮擋，我覺得佢衝得非常之近，一啲都唔稀奇嘅呢隻大冷門。反正嗰馬嗰時咧，應該都30倍左右啦嚇。大家不妨跟進呢隻有型勇者，咁啊呢隻信可成真嘅指示咧，應該唔差嚇。好啦，希望頭威頭勢幫到大家手。